灣仔嘅單堂盤落實星期六賣樓，係今個月嘅首個全新盤，而新地嘅啟德站項目都加推單位招標。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有樓睇，我係陶俊文。北都嘅首個大型項目洪水橋片區將會喺年底前招標，當局都考慮緊提供政策去吸引企業落戶。政府加快北都發展，發展局局長喺立法會話，計劃年底先為洪水橋片區招標，同時因應市場意見，將私樓用地由2幅增加到3幅，以及取消要求中標者興建主要道路，增加項目嘅盈利能力。我哋正係考慮喺標書提供選項，讓願意參與建設片區入邊更多產業用地嘅投標者喺雙信封制嘅招標模式之下呢，為此額外承擔而獲得分數。另外，我哋正係考慮提供較長嘅建築規約，同埋有較有彈性嘅地價繳付安排，包括分期支付。我哋年底招標嘅時候呢，會公布最終嘅安排。政府早前透露，將會向落戶本港嘅海外企業提供稅務同土地等嘅優惠，促進產業同投資。甯漢豪冇透露優惠政策包幾時公佈，但強調條款需要為唔同企業度身訂造，提供足夠吸引力。呢個政策包因為入邊包括批地，佢會話其實特區政府係願意考慮直接批地嘅。又或者，如果呢個政策包入邊會有地價呢個成分，佢會同有關企業講，特區政府嘅政策呢係一般就係收取十足嘅市值補價啦。咁但係政府亦都願意考慮唔同形式嘅寬免，譬如係可以以唔同嘅百分比計。究竟每一個企業應該批地係點樣批俾佢呢？地價如果有寬免到乜嘢程度呢？呢啲一定會係度身訂造嘅。甯漢豪表示，爭取企業落戶嘅區內城市都有類似做法，而設有政策包嘅好處在於提供框架俾相關部門同潛在企業商討，強調最終方案需要由財政司司長拍板，同時向公眾交代。無線電視何心怡報導。灣仔嘅單堂盤 Woodis 星期六會首輪推售，早前話收飛超過1500張㗎啦。而同係嘅長沙灣現樓盤亦都加推。隨住新盤落成，發展商普遍都趁現樓重推，加快銷售部署。以恒地旗下長沙灣 Belgravia Place 1期為例，近期已經開始交樓，買家近乎可以即買即用，發展商都趁勢削減折扣。新界單92伙，全數都係一房，實用264去到269尺，扣除最高9.5%嘅折扣，折實大約478去到540萬，尺價18100去到20200幾蚊，平均18928蚊，比頭5張價單高4%至19%。發展商同時抽出36伙，喺今個星期六進行新一輪銷售，當中超過一半，即係19伙，折實4字頭有交易。當中只有8個一房嚟自低層3至7樓，其餘全數都係嚟自高層，介乎25去到28樓。銷售安排顯示，單位將會以先到先得嘅形式接受準買家認購。根據成交記錄冊，樓盤1期提供714伙，已經沽出近80%半，超過600伙，至今套現超過31億，平均成交尺價大約17000蚊。全新盤方面，同係灣仔 Woodis 都落實喺星期六賣樓，首輪75伙，涵蓋2至3房，實用面積343去到598尺，折實大約705去到1545萬，尺價20300去到25800幾蚊，平均23224蚊。按戶型分類，2房61個，折實大約705萬起。當中都有20個唔使800萬就有交易，全數面積300幾尺。至於14個3房，清一色598尺，成批單位尺價都係2字頭。項目係踏入10月以嚟首個開售嘅全新盤，銷售安排顯示，認購2至4伙嘅大手客有機會優先揀樓。
發展商透露，早前已經收飛超過1500張，超額認購大約19倍，並將會喺今個星期五截飛。無線電視何心怡報導。計劃星期六賣樓嘅仲有新地啟德天璽天2期項目，早前宣布會加推18個大單位，星期六起招標。啟德站一帶近期再有新盤落成，新地旗下天璽天第1期喺舊年反應理想，項目正喺度部署推售第2期，全盤584伙，實用面積296尺起。發展商決定率先推出大單位招標。參觀其中一款示範單位，嚟自一座45樓 A 室，實用2230尺，係4房雙套嘅現樓。經過私人升降機大堂，嚟到大約700尺嘅大廳，客席都市正，提升採光同空間感。廚房對出有茶水間，方便招呼親友。另一邊大廳超過8米闊，放巨型家私都冇問題。大廳嘅空間非常深，超過7米，仲有唔少牆身放家私。淨係計呢個空間已經等於一個3房。茶水間附設中島台面，兩邊牆身有大櫃，附設星盤同各式家電，應付簡單菜式。入面嘅梗廚超過100尺，有3邊台面。扣除爐頭同星盤，俾親空間相當充裕。發展商都沿住牆身訂造大量吊櫃同地櫃，有足夠嘅儲物空間。隔離仲有轉角大窗，經過曲折型嘅走廊，可以通往4間睡房同浴室。呢度全長超過6米，佔超過60尺嘅面積。先參觀主人套房，淨係計寢區已經300幾尺，開則唔虛則，不過空間仍然相當充裕。近房門嘅一邊牆身比較多，可以用作衣帽間；另一邊有轉角大窗，雙人大床可以3邊落床。呢度超過4.6米闊，其中一邊可以擺睡床，對面仲有空間放書台同按摩椅都冇問題。套廁都有超過100尺，地方非常充裕，設置雙洗手盆，方便戶主2人同時梳洗。隔離嘅2扇玻璃門，入面分別係坐廁同淋浴間。另一邊有浴缸同一張小型梳妝台，前排仲有另一間套房，寢區開即市正，超過100尺，牆身算多，方便家私佈局。剩低2間睡房圍住後排，都冇套廁，較細嘅一間有轉角大窗，環望商廈同啟德一帶。項目一座提供10幾伙，開即相約嘅4房雙套，都係2230尺，全數位於32去到47樓之間。發展商早前推出15伙，喺星期2起招標之後，已經安排星期六再加推18伙，實用908尺起。無線電視何心怡報導。休息一陣翻嚟家居置富去啟德熱樓，入伙幾年嘅半新盤保養係點？啱啱創造咗紀錄啦！喺頭先嗰1分鐘，着最多嘅衫，食最多嘅嘢，敷最多嘅面膜，飲水飲得最多，仲有你睇書睇得最快。個個都咁容易破咗紀錄，我唔得㗎啦！黃道益歡樂有情牽，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今晚8點比出台。距離第15屆全運會開幕，仲有25日。Pizza Hut 星期1買1送1，星期2、3、4、5、1，限時1日買1送1，多款 pizza 同新鮮現世批底99蚊起，即刻開入落單啊！冇力行樓梯，行山唔夠腳骨力，食馬百良健步丸啊！成分有助去濕氣，各大連鎖店及官網有售。第一間中醫醫院12月11號起分階段投入服務，先推出門診同埋日間住院服務，24小時住院就要第2年先至有。第1年推出體驗價，全科門診收費180蚊，下個月起可以預約。6點半無線新聞。香港快餐服務係30度，而家我哋用咗醫生親自嘅專科醫生都唔同。如果你而家應承我，你先就可以即刻住院。都要幫保險測謊自己，回劇觀察之後，今晚8點半比出台。
係節目時間。啟德站一個入伙幾年嘅半新盤，假天花積滿晒灰塵，星盆底都有漏水啊！新業主應該點樣處理？二手市況回暖，唔少半新盤都受用家歡迎。除咗樓價有